如果你係啱啱畢業揾工，或者做咗幾年嘢，覺得自己份工咧冇咩前景，你想揾個機會喺你事業或者人生上面突破下，你肯定身邊有啲人咧會同你講，不如做保險啦。我哋一諗到香港地高收入啊、時間彈性啊，就好自然咁樣會聯想到保險行業。你睇下佢好似一盤你自己嘅生意咁樣，你又唔使大筆資金去搞起步，公司俾晒 IT 啊、品牌啊、system 啊、專業嘅培訓啊、產品幫你設計埋，甚至乎連出糧會計都幫你搞掂埋。你只需要咧專注做好自己嘅 marketing 同埋 service 就得啦。仲有佢嘅佣金制度，的確咧係有無限收入嘅潛能。做得好嘅話，真係可以揾到好多錢嘅同時，享受到時間自由，過你想要嘅生活。有錢又有時間，呢個正係好多香港人夢寐以求嘅生活。我自己咧做咗12年保險啦，我見過太多新人入咗行冇耐之後咧，又離開咗呢個行業。我發現咧，好多人一開始咧就踩中咗一個地雷嘅觀念。呢個觀念咧，唔單止會令你浪費時間，仲會毀咗你喺呢行嘅所有努力。如果你唔相信嘅話，以下落嚟嘅時間，我會好詳細咁樣同你講呢個地雷觀念，而且我會好坦白咁同你講，如果你中咗嘅話咧，千祈唔好浪費時間入嚟做。到底呢個嘅地雷觀念係乜嘢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4個字。核心信念。其實你打從心底裏究竟相唔相信保險或者理財呢個行業啊，或者佢嘅產品係真係咁樣為社會帶嚟緊價值，係真係幫到人嘅呢？嗱，呢個問題咧聽落好似好虛、好哲學咁樣，但佢係你喺呢行入邊可以行到幾遠啦，行得幾穩陣嘅關鍵嚟嘅。其實就好似你起屋咁樣，你間屋可以起得幾高幾靚，係睇緊咧你個地基打得有幾實。如果你嘅地基係建基於我做保險，其實只係為咗賺錢嘅咋。咁其實就好似咧，你今日將一間屋起咗喺啲流沙上邊，風一吹雨一打，間屋咧就好快冧。我見過好多嘅新人一開始雄心壯志，話要賺到幾多錢，但心底裏咧其實佢會覺得保險咧係吸血啦、呃人啦，又或者對社會咧其實冇乜價值嘅。佢係純粹係為咗賺佣金。我同佢哋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，每次我同佢講危疾保障啊、醫療保障或者意外保障嘅價值嘅時候，佢哋永遠都係聚焦呢個份 plan 有幾多% 佣啊？呢個 plan 我做到嘅話賺到幾多錢啊？但係從來都冇真正咁思考過點樣會幫到佢嘅客人。咁結果咧，佢哋賣單嘅時候會心虛啦，會唔敢望個客對眼，遇到少少挫折就會即刻放棄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做得嘅嘢，又點會心安理得咁樣堅持呢？其實我哋理性咁睇下，香港有超過11萬個持牌嘅保險代理人，每年香港保險行業收緊嘅係幾千億嘅保費，每年賠出嘅係幾百億嘅醫療同埋危疾嘅賠償。呢啲數字係唔會呃人噶嘛？如果保險係冇價值嘅、冇用嘅、呃人嘅，甚至乎聽到最 worst 有啲人話呢個係一個龐氏嘅騙局。咁點解呢個行業可以古老到70-80年前已經存在，而且今時今日仲係好蓬勃咁樣不斷咁發展緊呢？嗱，我唔係話要說服你，要你覺得保險有幾好，我只係想你問下你自己，如果你今日真係一個保險從業員，你真係相信你自己賣緊嘅嘢係可以幫到人解決問題，帶嚟保障同埋安心。如果你心入邊有絲毫嘅懷疑，其實呢個行業咧已經唔適合你噶啦。點解我會話呢個核心信念係你最難搞嘅地雷呢？因為你嘅核心信念可能係你嘅成長背景啦、經歷啦、原生家庭啦、價值觀啦，同埋身邊嘅朋友所塑造，其實係你人生入邊最深層次嘅嘢嚟嘅。成年嘅世界好多時候咧都係只做篩選，不做教育。我可以教你點樣 sell 一張保單，但我冇可能改變你對保險嘅核心觀念。如果你係由心底入邊睇唔起做銷售，睇唔起賺佣金，或者覺得做保險嘅人係冇價值嘅話咧，呢樣嘢係冇得改變嘅。就好似一棵樹咁樣，你嘅信念咧就係好似佢嘅根。如果根爛咗，你點努力去修剪個樹枝，點努力去灌溉，其實都係冇用嘅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我片嘅話咧，俾我用30秒時間介紹下自己啊！我係 Adrian Lee，曾經係香港嘅甲一籃球運動員同埋港隊青年軍。喺2012年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就直接加入咗保險呢個行業。到而家已經完成咗12次 MDRT 或者 COT 嘅資格，亦都係30歲嘅時候咧晉升為公司其中一個最年輕嘅區域總監。我相信保險價值，相信個人成長，相信長期主義。我希望自己嘅團隊咧可以成為一個永續經營嘅財富管理團隊。如果你都有任何關於事業或者保險上邊嘅問題想問我嘅話咧，歡迎你 follow 我 IG 然後 DM 我，俾個機會我請你飲杯咖啡同你傾下。除咗呢個核心嘅觀念呢樣嘢根之外咧，其他嘅嘢例如話知識啦、技能啦，同埋後天培養嘅思維，全部都係可以透過努力去學習同埋改變嘅。呢個咧就係我一直強調嘅1+3 formula 入邊嘅3啦。嗰3樣好重要而且可以學習同埋改變嘅嘢，第一樣就叫知識。知識呢樣嘢咧，包括咗產品嘅知識啦、金融嘅知識，包括投資啊、退休啊、稅務啊、財富傳承呢啲嘢，全部都可以學嘅。你可以花時間去考牌、去上堂、去睇書、去研究市場。
而第二樣嘢咧就係 skills，即係技能啦。技能咧係包括咗說服人哋嘅能力啦、察言辨識嘅能力啦、同人建立關係嘅能力啦、提供專業服務嘅能力，呢啲全部都可以學，可以練。只要你透過不斷咁樣同人接觸、不斷嘅反思、不斷改進，你嘅溝通技巧同埋人際關係處理嘅能力咧係會不斷咁提升嘅。而第三點就係後天思維，你會唔會有一個長期主義呢？包括咗你有耐心啦、堅持啦、識得咩叫課題分離啦、誠信為本，不斷咁樣投資喺自己身上，求諸己，即係遇到問題嘅時候，先喺自己身上揾答案啊！嗱，呢啲咧全部都可以透過學習啦，同埋模仿身邊嘅叻人去培養嘅。嗱，我每日都堅持睇書同埋做運動，就係投資自己嘅思維啦，同埋身體，令我自己有更加好嘅精神去面對身邊一切嘅挑戰。所以你睇好多嘢咧，你都要學㗎，唯獨是你對保險呢個行業最基本嘅信念，你呢樣嘢嘅諗法係最難，甚至乎我可以話咧係冇可能改變。亦都係最關鍵嘅第一步。如果你對保險行業呢個信念唔穩固嘅話咧，就好似架車冇咗個引擎，你入得幾多油，揸得幾好，其實佢都係行唔喐嘅。所以簡單嚟講咧，乜嘢人先係最容易喺保險行業成功呢？就係一個本身衷心咁樣相信保險理財嘅價值，打從心底覺得自己咧係做緊一件雙贏嘅事，再加上願意花大量嘅心機、時間同埋資源去琢磨自己嘅知識、技能同埋思維嘅人。如果你問完自己，發現你都真係唔係太相信保險嘅價值嘅話咧，咁你真係千祈唔好入行，因為咧你只會浪費咗你時間同埋精力。如果你都堅信保險嘅價值嘅話，咁恭喜你，你已經通過咗最艱難嘅第一關。嗱，今日講嘅核心信念，你覺得係咪真係咁重要呢？你有冇曾經試過有個掙扎，或者你覺得做保險有其他更加重要嘅事情呢？歡迎咧，你都喺下邊留言同我交流下。你講一點呢？我好想聽下你真實嘅諗法，我哋大家可以一齊交流下嘅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有任何關於事業或者保險上面嘅嘢想問我，歡迎你 follow IG，然後 DM 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